两只小蜜蜂呀，飞到花丛中呀，飞呀，么么，飞呀，啊啊，飞呀。张太医到。小张，我没叫他呀。娘娘您忘了呀？咱们宫里太医要定期例行为娘娘把脉，看一下可否有隐藏的病症。把他叫进来吧。张太医，您这边请。微臣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小张，看你这表情，我是不是病得很复杂？恭喜皇后娘娘，娘娘这是喜脉呀！你丫说什么呢你？娘娘确实有喜了。哎呀，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你滚一边，冲上去！我这就滚！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我们家小张啊，我这个月事啊，向来都不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阴伯阳别，寸脉沉，尺脉浮，鼓动华丽，阴中见阳，又有和调之象，娘娘却是有孕的脉象。为保万全，微臣再给娘娘开副安胎药，调养一下啊！你给我滚！好，微臣这就滚。哎呦！滚！我怎么没有发现呢？难道因为我是男人，没感觉？娘娘，你该起来了，快起来吃点东西。我已经没有脸在这个世界了，让我逃避一会儿吧。那我可先走喽。娘娘，我先下去了。站住！你手里拿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。娘娘真的没什么，是张家托人送来的东西。拿出来给我看看，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娘娘，这是张家托了城里最好的裁缝，专门做的小孩的衣服。张家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前脚刚怀孕，后脚衣服都做出来了。娘娘，您不是常说有备无患吗？到底什么情况？你给我说清楚了。娘娘，我真没打算骗您，只是这事要是提前跟您说了，您定是不会答应的，所以才生米煮成了熟饭。说下去。我说了，娘娘你可千万要受住了，万不可做出什么傻事来。其实娘娘没有怀孕，那张太医是家里买通了，才说娘娘怀孕的。什么？我没怀孕？太好了！哎，过来。那你快跟我说说，家里人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前几日幽兰殿又招了太医，家里觉得蹊跷，便暗中托人询问，谁知道江氏那小贱人竟然被诊出了身孕了。江氏怀孕了？难怪皇上前段时间去幽兰殿了，原来是为了这事儿。娘娘，你可一定要忍住啊！就算是打掉了牙齿，也要活着写。我肚里咽。你再说一遍，怀孕的不是我，是江氏。家里人怕江氏有了身孕便可肆意妄为，于是便收买了张太医，将娘娘也把出喜脉来。这样一来，找个机会除掉江氏的孩子。你们真的太狠了！
真是最毒不过妇人心呐。娘娘，家里人知道你性子烈，怕事先告诉了您，没准啊，您会打到幽兰殿去，到时候再惹得皇上厌弃。以后这种事情千万要与我先商量。假怀孕是正房该干的事儿吗？到时候玩线了，会不会也伤害到我呀？你赶快去跟夫人传个话，下面我要说的，你每句都给我记清楚了。娘娘您说。第一，江氏肚子里的孩子必须保住，这件事情我另有安排。第二，齐胜不是傻子，赶紧叫家里想办法，把我肚子里这个假货名正言顺的拿出去。皇上吉祥。不必多礼，你怀孕的事，太医已经告诉朕了。就算太医不跟你说啊，你也知道了。今天早上绿篱啊，在我宫门口发羊角风，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整个宫都知道了。有什么吃穿用上的需要，尽管和内务府提。皇上，你也别因为我有了身孕，就冷落了幽兰殿那边，毕竟那边也需要您啊。你知道了。哎，皇宫就那么大，有什么事儿能瞒得住啊？再说了，这又不是什么坏事儿，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呢，是吧，强公公？你这是在说反话吧？朕并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，只是那天你的态度，令朕实在无法开口。皇上，我可是真心实意的为你高兴。你高兴什么？我为皇上高兴，为江妹妹高兴，也为我自己高兴。你自己高兴是为什么？因为怀孕的不是我啊。皇上，你看哈，如果我跟江妹妹各生一男一女，就太好了，将来也是个伴儿。皇上呢，也早日儿女双全了。所以啊，我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开心啊。别说了。哎呀，皇上，你可千万别因为我冷落了江妹妹，你就大胆放心的去照顾她啊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？快让我看看。没事儿，齐胜啊，这是在和自己发现。皇上真的没有打您吗？刚才动静那么大，快让我好好看看。没事儿。娘娘，娘娘，您看这小衣服多可爱呀！可爱，可爱有什么用啊？您真就不打算自己生一个？我？让我去生孩子，还不如让我去死。等您真有了孩子呀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哎呀，我这怀孕的消息一传出去，怕是要几家欢喜几家愁了。可不是嘛，江氏那头呀，肯定恨死娘娘了。我说的不是他，江氏是怎么想的，我真的没有心思去猜。只是九王这一次，一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困扰。我与他刚立下盟约，就马上传出来我怀孕的消息，换做是谁，恐怕都难以接受。不行，九王那边还是有必要去见一面的。你去他府上给我传个话，说我要见他。